接下来修自他平等菩提心。我们从无始以来漂泊于此轮回大苦海中的因，就是无有我而执着我，唯有自己什么？于执着自己啊，唯一真爱自己。所以应如此观察，现在一切时处，自己唯一需求安乐，而不希望感受一点点痛苦，甚至自身被小小的刺儿刺痛，或被一个火星烫伤，也觉得片刻难忍，口中喊着痛啊痛啊。背上被小狮子叮咬，也立即升起猛烈嗔恨心，伸手招骚扰的捉住它，放在指甲上，另一指甲用力挤压。虽然狮子已经死了，却因为余怒未消，而人人以手指反复摩擦。本来当今大多数人认为杀狮子没有罪过。杀狮子的部分我们小时候也看过很多次，因为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呢，就狮子比较多的时候，那当然生活也不是那么好的时候，衣服也没有什么欢喜的衣服啊，这些时候，而且是那个时候呢，就因为就像我父母啊，就是在跟很多人一起劳动，跟很多人一起放牧啊，这样的时候呢，就是相当于不是自己的家庭一个人生活。那我们那个时候是我们比较小的时候了，可能56岁吧，7岁这样的时候吧，应该是这样。那这种时候呢，就是刚好就是在藏地来说的话，经过了文革以前到文革后的那段时间呢，就是一种教育。那么就是有信仰的人，就是也不允许信仰的时候，很多的比较年纪比较大的那些人，心里很善良，但是也看到另外一个人在那边造业或者做什么的时候，都是不敢说话的时候，只是说表面上好像你很了不起啊，就是这种赞叹。就是那个时候呢，打猎的人也特别多，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尤其是很多的那些。很多的年轻人手上都是有枪支，因为就是民兵啊什么的，那个时候就是有那些，所以枪支那些也比较多，所以就是那些年轻人打猎的啊什么也比较多，反正就是那个时候造业的人也非常多。这些呢就是像一些那个老年人啊，他们就是只要是在那个自己在那边做工的，自己在供佛也好，念经也好，都是在私下偷偷的在做的时候，所以呢，就是我也看到过很多那个那些有些人就是杀死狮子的，就像巴主任伯杰讲的一样，真的是就是放在2个支架的中间，就是一直在摩擦，那就是相当于就是它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生命嘛。你们有没有看过狮子啊？你们有些人看过，可能有些人应该没有看过，因为就是现在的生活，年纪大的人一定看过嘛，但是年轻人应该比较没有看过嘛，对不对？看过没有啊？没有啊？看过。有些人看过，有些人没有看过。好，那它是从自己的身上长出来的嘛，对不对？所以因为是自己的身上长出来的，然后就是使用自己的血肉，所以就是说杀死他是没有罪过。这里面巴主任伯杰讲的，有些人认为杀狮子是没有罪过，只是一种这样的借口。第二想，这个没有罪过，这个是我身上长出来的。那这个不是说谁的身上长出来的，实际上它就是一个生命嘛。所以生命是有各种各样的，因为潮湿而长出来的，那不是所有的生命都是因为父母而长出来的，它就是一种因缘。有这样的因缘的地方呢，生命是会产生的，就是产生了一个生命，它就是一个生命。
所以这是肯定，就是罪过是一定有的，而且尤其是在巴珠仁波切这里接着讲的，就但这种杀狮子的行为完全是以真心引起的，因此是堕入众河地狱的误导之因。对于自己来说，这种微小的痛苦也无法忍受，却反过来伤害其他众生，也给他们造成巨大的痛苦。这是在因深感忏悔。三界轮回中所有的众生也是同样，希望自己获得所有安乐，而不希望遭受丝毫痛苦。这一点与自己完全相同。虽然他们需求安乐，不愿受苦，但却不知修持安乐之因，使善业，反而为惊奇与痛苦之因，使不善业。因此所想与所行背道而驰，再三观修，唯有被痛苦所逼的这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没有一个未曾做过自己的父母亲。我如今有具足法相的殊胜上师世受，已趋入正法之门，并且懂得了利害之差别，所以应当对为愚昧无知所困的一切如母众生与自己无有区别的慈爱救护，忍耐他们的习习与偏执，修持亲愿平等，反希望自己随时随地拥有利乐之时，也希望其他众生同样拥有为自己获得安乐精勤努力，为他众获得安乐以如实精勤，自己连细微的痛苦也要努力舍弃，同样也尽力解除他众的为之苦。自己如果因享受幸福安乐受用等而喜悦，对于他众拥有幸福快乐受用，也以同样从内心升起欢喜。总而言之，应当看待三界一切众生与自己毫无差别，之后唯一致力于沉遍众生暂时与救济安乐之时。中巴斯那杰德西问丹巴桑吉尊者，请你开始一句教言，概括所有的法要可以吗？尊者回答，你自己希望怎样，其他众生也希望那样，所以如此修持吧。我们应当根除真爱自己嗔恨他众的贪嗔恶行，平等对待自己与他众。那这个部分来说到前面我们所讲过的这个习无量心的时候，就是我们所讲过的。那么如果是我们自己为了自己的这种安乐所努力的一样的，可以达到为所有的众生也能够可以这样的怎么说呢？那个努力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可以说是已经是有一定的菩提心，所以能够达到这样的方法，我们还是一样的，前面所讲的一样。那我们就不要以为说自己一点点小小的痛苦都忍不住，然后就是伤害到他人的生命一样。前面所讲的这个杀狮子的一样的一个道理。那么这个方面来说到，就因为这个杀狮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自己的身体有一点点的难受，所以就是对狮子的上面也是升起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嗔恨心，所以就不光是一个造业的杀生，所以主要都是为了自己的一切行为都是会这样的。所以我们
前面所讲的一样，一切法的最重要的核心，那么一切方法就是包括了怎么说呢？那个这样的一个主要的这个核心的一个方式，就是那我们就要去真正的贯修的话，自己所要的一切好处，那么他人也是需要的。所以呢，就一切都是作为就是自他平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窍诀。我们自他平等是怎么去修持呢？我们自他平等就是一定要知道，比如说自己的家人也好，亲朋好友也好，金刚师兄也好，单位里面的同事也好，学校里面的同学也好，平常我们接触的就是这些。所以你自己所要的一切，他也想要，所以就是完完全全呢，就是也是想到在你的内心里面，就是有一半的利益是为了自己，但是一半的利益必须得要为了他人，这就是自他平衡的一个修持方式。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到这里，我们接下来呢，就是下一次的时候呢，我们就修自他相换的菩提心方面，那么自己的一切利益，然后呢就是送给他人，他人的一切痛苦可以自己来结束的这样的一个自他相换的修持方式呢，我们就下礼拜六，好不好？谢谢大家。因为这1-2年的时间里面呢，就是所有的人都非常辛苦，因为疫情的关系，各个方面。那么就是在心里也非常的紧张，然后经济方面来说也是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我不希望呢，就是接下来继续那么严重的影响，所以呢，就是也是尽量的，就是能够可以安排财神法会、7道莲花生大师、本尊，然后就绿度母等等这些，我们就是依靠诸佛菩萨。依靠做善事，依靠做法会，能够可以在为了全球全世界的人类的这个怎么说呢？那个消除一切的违缘，消除一切的障碍。所以呢，大家也一定要尽量的发愿。谢谢大家。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做回向啊。Dane bu dana panje ji Hega nanje walon zhuba ya Zubun zole ndrokan zhuba